Hello，呢個係第5組嘅小組報告。咁我哋係負責 K2 趣怪誕呢個教學設計。組員分別有盧彩儀、洪瑤、黃以穎。咁首先我哋講下我哋嘅教學目的。我哋係想喺小朋友探索嘅過程中，感知到物件嘅彈性同埋彈性對我哋小朋友嘅日常生活嘅作用。透過觀察同埋探索橡筋嘅彈性，用橡筋做出唔同嘅形狀，可以強化佢哋嘅想像力、創造力同埋動手能力，並且可以同同學互相學習。咁我哋嘅教學重點係透過小朋友將橡筋做成唔同嘅形狀，跟住就會發現橡筋會變形同埋可以還原，去推理出物件彈性嘅呢個科學現象，同埋通過觀察同參與遊戲可以感知到彈性嘅作用。我係盧彩儀，學號係 HC215018，負責設計 Lesson 1彈性的秘密嘅教案。我嘅教學設計緊咗小馬莎利羅學校做私教學校，原因係我覺得呢間學校中規中矩，學校有適當咁俾時間小朋友去上多元化課程，得到良好嘅身心發展。簡單咁介紹下呢堂課。1. 主題引入，教師先攞出茶點蛋糕盒，然後剝咗上面用嚟固定嘅2條橡皮筋，特登再令橡皮筋彈飛，叫幼兒幫手執返，問下佢哋：你哋估下我會用手上嘅2條橡皮筋嚟做啲乜嘢呢？之後即場用1條嚟紮邊，另1條嚟整十角星，重新激起幼兒對橡皮筋嘅興趣。2. 主題發展，活動1，主要內容係教師會向幼兒派發一啲橡皮筋、繩同埋壁球，俾佢哋上手摸下、拉下、彈下咁，先叫佢哋討論彼此嘅想法，引導佢哋用完整嘅句子表達自己。然後就會有個小結，用力拉橡皮筋會令佢有明顯形變，放手後會回復原狀，所以橡皮筋係有彈性嘅。另外將壁球彈落地下，壁球會反彈，冇明顯形變，所以壁球係有彈力嘅。至於繩，無論用力拉同埋彈落地下都唔會產生形變同埋反彈，所以繩係冇彈性同埋彈力嘅。活動2係遊戲彈力跳跳跳，教師需要提前將黃色電線膠紙黐喺課室地下，將課室分成2個區域。呢個遊戲係要幼兒企喺黃線上面分辨 PPT 上面嘅物品係咪具備彈性或者彈力。如果物件有彈性就跳向左區，有彈力就跳向右區，冇彈性同彈力就繼續企返喺黃線上面。3. 總結，叫幼兒返屋企完成科學活動小冊子，同埋揾有彈性、彈力同2樣特性都冇嘅玩具各1件，帶返學校同同學仔分享。Lesson 1嘅教學設計到呢度就完，有請負責 Lesson 2嘅組員。負責第2課節嘅組員黃以穎，呢一課嘅課時係30分鐘。首先我哋可以睇一睇教材方面，我哋需要用到彈弓玩具、橡皮泥、氣球、海綿、普通繩同埋一個記錄表。咁我哋嘅單元目標首先分為3部分，第一部分為認知，而第2點係技能方面，第3點係情意方面。首先講一講教學量同埋活動。第1點先會進行主題引入，咁就係彈性大發現5分鐘嘅時間。首先老師會準備2條繩，一條係有彈性嘅橡筋，而一條係普通繩。然之後會邀請2位幼兒上台，分別拉2條繩，然之後再令幼兒觀察2條繩嘅變化，並且討論邊1條繩更容易拉長同埋點解。咁老師嘅責任就係引導幼兒初步了解彈性嘅概念，能夠拉長或壓縮，並且恢復原狀嘅物品有彈性。到第2點主題發展啦，咁呢一部分我哋需要用到20分鐘。第一個活動就係彈力小實驗，咁佢嘅時間係需要用到10分鐘。組輪流發現佢哋嘅發現，並且講一講佢哋嘅理由，而老師亦都會根據幼兒嘅簡單介紹進行一個總結，並引導幼兒討論呢啲彈性嘅物品喺生活中有啲咩應用呢？而活動2亦都係10分鐘嘅時間，而老師都會準備一個 PPT 嚟展現日常生活中嘅彈性物品啦，例如係彈弓床啦、橡筋啦、氣球等等嘅。咁就等幼兒觀看呢個 PPT，並且討論呢啲物品嘅特點，亦都引導幼兒可以分享下自己屋企揾到嘅彈性物品。而最後總結亦都係用到5分鐘嘅時間，老師會總結，請小朋友分享今日嘅發現啦，並且總結一下彈性物品嘅特點啦，強調彈性物品喺生活中嘅應用，例如可能係用橡筋綁住啲書啦、海綿抹台啦，鼓勵幼兒返屋企之後同屋企人一齊探索家中嘅彈性物品並記錄低。咁呢度就係第2課節嘅講解，將以下嘅時間交俾第3課節嘅同學。我係洪瑤，咁學號係 HC414065，咁我係負責 Lesson 3嘅教案彈力怪獸大挑戰。首先佢嘅教材就係有紙杯同埋氣球，可以用嚟整彈力怪獸，然後就有飛行記錄墊、尺、繩去測量佢嘅距離，仲有護眼罩去保護小朋友隻眼，仲有影片，希望喺小朋友探索嘅過程中認識到彈力呢個概念同埋效果。小朋友可以觀察同埋探索氣球嘅彈性，可以嘗試以唔同嘅方法去彈射怪獸，用紙杯氣球製造唔同形狀嘅怪獸，可以強化想像力、創造力同埋動手能力。最後可以培養幼兒對彈力嘅實驗產生興趣。首先我會播放一段影片去引入呢個主題，就係例如彈射怪獸嘅比賽片段，去吸引幼兒嘅注意同埋引起幼兒嘅興趣。第2，我就會提出啲問題，點解呢隻怪獸可以跳到咁遠嘅？跟住令佢哋自由作答，同埋同佢哋講，今日我哋會整會彈嘅怪獸，睇下邊個怪獸會飛得更遠。
跟住我會講埋啲注意事項，要戴上護目鏡，同埋石手要握住紙杯嘅下方，同埋彈射怪獸嘅時候要同眼睛保持一段嘅距離。然後就開始整彈力怪獸。咁每個小朋友都會獲得一個紙杯、氣球同埋剪好咗嘅怪獸眼睛貼紙，跟住老師就會教佢哋點樣整。第二步，咁我就會進行比賽，咁睇下邊個可以彈得隻怪獸越遠。最後我就會用問題去引導佢哋，你哋發現點樣做先可以令到隻怪獸彈得遠啲呢？再俾小朋友分享下佢哋結果同埋心得，鼓勵佢哋返到屋企同屋企人整呢個彈力火箭實驗，再頒發每一個小朋友一個小小科學家嘅證書貼紙，去鼓勵佢哋參與同探索嘅精神。咁 Lesson 3嘅教案設計講到呢度都完啦，Thank you。